今次介紹俾大家睇呢，喺中環區最靚嘅美容裝修盤，大家一齊入去睇睇啊！單位建築面積2700幾平方尺，有全套美容院裝修。單位入面有多間房間，可以為你嘅顧客服務。有部分房間已經接駁來去水位，非常之方便。仲有裝修得好靚嘅沖涼房同埋洗手間，應有盡有。如果你想睇呢個租款的話，記得打呢個電話號碼揾我，我就可以幫你約睇樓㗎喇。